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4篇，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4节，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应允。上帝应允在回应人的愿望，人的愿望通常是因为人的困境。应允另外一个角度叫做保证，上帝保证将来一定会赐福予人，这就是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细汉的时阵，我老爸常常甲阮劝勉，就是将来毋通甲人做保证人啦因为社会的经验甲伊讲，人无可靠。所以伊就认为讲保人这个保字就是人呆啦你若明知影会去互骗，搁要做保就是呆但是伫信仰的了解却完全相反咱看见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以及撒拉伫明年1年了后，这个时阵会当生一个囝。对人的观点来讲，上帝好哪亲像咧滚生笑。亚伯拉罕已经99岁，撒拉已经89岁。因此因就认为讲，这个保证根本就未实现啦。所以撒拉就伫背后咧偷笑。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4节，记载着3位上帝的使者来到伫亚伯拉罕的家来做人客，并且应允因将来要得到赐福。上主伫万里的墙垣遐对亚伯拉罕显现。迄时日长热，亚伯拉罕坐伫布片入口。亚伯拉罕举头注意看到3个人伫对面伫行。伊一个看到就对布片走去迎接因，趴伫涂骹对因讲：“我的主，若无气嫌，请踮遮小歇一下，请踮树仔骹歇困，等我摕一罐水互恁洗骹，摕淡薄饼互恁加添元气，后来才搁继续行。恁既然来到仆人家，请接受我的款待。”因讲：“照你讲的去做。”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布片，甲撒拉讲：“你赶紧搁拧3斗幼米粉做饼。”亚伯拉罕就行去牛群遐，牵一只生搁好的牛仔囝，交互少年仆人赶紧去准备。亚伯拉罕搁摕起司、牛奶甲料理好的牛仔囝来，摆伫这3个人的对面，家己伫墙骹甲因侍候，因就食。因问伊：“你的某撒拉伫倒位？”伊讲：“伫布片内。”因中间一个讲：“明年这个时阵，我一定过来你遮。你的某撒拉会生一个后生。”撒拉伫迄个人后面的布片口有听到这个话。亚伯拉罕甲撒拉已经老撒拉已经无月经。撒拉心内笑讲：“我已经衰了，我的主人嘛老兼还有这款欢喜的代志。”上主对亚伯拉罕讲：“撒拉是安怎偷笑讲，我已经老，兼有影会生囝。上主兼会当做的代志。到明年这时阵，我会过来你遮，撒拉会生一个囝。”因完全无多明白上帝话是真实，上帝应允必然来实现。就算是对人来看无可能的事顶悬，上帝犹原会当成就大事。彼得亲身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国活的快乐，伊也亲目睭看到迄位钉伫十字架顶死亡耶稣国活现。伊非常明白上帝应允
绝对无落空，嘛无有上帝难成的事啦吼。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彼得安尼讲着：认定出事，毋是对治败坏，是对治未败坏的正治，就是通过上帝活活永远袂无去的话。因为圣经有记载，人拢亲像草，因的荣华拢亲像草花，草会干，花会谢，总是主的话永远存在。这就是传互恁的福音的信息。伫这个所在咧讲上帝的道永远存在。耶和文咧讲到道，就是咧讲上帝的话语，就是传互正人的福音迄个应允。福音的大快乐就是主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是无可能中间的可能，是死亡中间国活的快乐。诗篇134篇，恁这的迷失伫上帝殿底侍奉的仆人啊，着称赞上主。恁着向上主的圣所举起恁的手，称赞上主。愿创造天地的主宰对錫安赐福气互恁。感谢听阮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享受国活的恩典，成就了这个永久以来的应允，互人会当领受到这个永远的应允甲救恩。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